好，各位同学，来好。老师好。今仔咱开始来看咱第一个单元地球顶的水，地球顶的水。因为恁一节课讲出来，咱先复习一下。咱个地球科学，咱的环境，咱地球科学要讲的有几个圈，这个圈包括什么？上次我讲过，今天要讲的第二上一圈，今仔要讲的。好无你用英语好啊？地球上的什么 Water。water。所以我们 don't forget 我们是3语教学水圈，来，阿嫂来，咱来讲点啊。这上面请签 rock and roll。岩石圈。哪个点啊？往上看。你看英语袂晓嘛？对无？英语袂晓嘛？这英语要讲。big air。因为我讲大气。叫你讲英文，不是叫你学外国人讲中文，好不好？大气圈，大气圈。这3个跟加上恁印尼亚学过个一个圈，一年级。对啦，生物圈啦，生物圈。古拉圈呢？这生物圈加上这3个是咱地球科它要学的，一合并起来会产生交互作用，拢会影响咱的生活。所以咱今仔要讲上重要的，要哪讲上重要？地球的表面积偌多水？讲过啊？偌多？大约偌多？表面，地球表面，差不多7成嘛，对不？咱讲大约就好啊，不用很精细啦，7成对了。这讲起来毛一个巧合哦，要不然咱人整个重量内底水占偌多？73%。共款7成哦。这7成意思讲，你若准讲你的体重是50公斤，安尼你有偌多水？计个数啊。你若50公斤，安尼你规个人偌重的水？对，30乌。剩的10乌是啥？来，我教你，剩的10乌叫做人渣。你甘蔗接素素的，剩的叫啥？甘蔗渣。你人无水啊，叫啥？人渣。无你定名人渣，你唔来美煞对无？安尼知影无？你下次你讲美人渣，移民法院告你。你有侮辱你的法治。OK， 你学过这，我教你。你这个脱水的人。意思一样嘛，他告不了你嘛，安尼会晓骂他们学完科学之后骂人要文雅一点，不要骂到还要上法院被罚钱。好啦，卖胡乱啦。好，即摆但是问题是咱地球顶的水有足大的部分，几乎是99%，对，不止97%以上。海水。对，海水。所以咱第一名你看这第一名是降钙水，偏偏这个海水它是不能用的，这阵子不是有什么日本核污水事件人家说
那个核污水明明是国际原子能总署就已经审核处理过的，才排放出来的，而且它含的放射性元素比饮用水还要少。结果那个什么，中国小粉红就很不爽啊，他就说，不然你喝一口给我看。你是，我不喝，那是因为它是海水啊，不是因为它有核污染啊，所以你不能说公共的没得理由，你喝一口给我看看，它是海水，我不能喝啊，所以淡水才能喝，对不对？第二名的，占第二名的是哪？冰川它本来是冰川你对。那冰川你对。南极甲北极对无？还有一寡伫高山顶top of mountain， 山顶啊，山顶啊，山顶洞的那山顶啊，最上最。南极对无？南极，啥人南极上最？我问你哦，南极甲北极，对啊寒。你讲说足寒我是讲会寒死啊！但是无共哦，无共哦。咱第二名上寒的所在是伫南极哦，南极哦，因为南无阿弥陀佛。因为南极是陆地。你南极哈？帮我看时间就会行。有。我有安尼饲甲下课无落，我顶回吼，我依早叫小老师饲吼，还有一个吼伊饲唔对无落吼，爱行到面就青顺顺，所以我搁爱补课啊，我讲唔免啦。南极比北极的，对我们来说拢足寒的，但是意思是讲你若甲企鹅掠去北极吼，伊会热死哦；你若甲北极熊掠去南极吼，伊会寒死哦。迄差足多哦，所以南极的冰也差不多占了7-8%，占了所有冰川的7-8%。虽然南极有大陆，北极无陆地，北极拢海，伊海冰嘛搁要融化，所以那是山顶，迄悬山顶吼叫做永冻土，就是咱迄个山顶是讲高山上下雪最好的那个就是滑雪，对不对？我跟你讲，各位日本交流啊，疫情结束啊，我记得这交主任时阵我有带两当去，咱的姐妹校伫咧长野县，长野县的日本冬天的滑雪圣地，我们都是1月底去，就是学期末。我们一定都安排半天的滑雪，有够好耍的。你会溜冰的人滑雪一定没有问题，但是刹车会有问题。给讲，你滑雪溜冰时讲，你重心不好拢会屁股着地嘛，因为你就会往后延，所以你滑雪你就是跟溜冰一样，你重心都要往前，你还会往前滑。等于咱习惯溜冰溜冰刹车，你溜直排溜冰哪能怎样刹车？你刹车等于把脚弄成 T 字形，你要急刹一点，你就把脚往前踩出去嘛，就是用侧面的摩擦力去刹车嘛。但问题你滑雪时，你的脚是前咧蹬蹬的，所以你一定要把它弄成那个角度变大，这样让它刹下来。我顶回给我现在带一群学生去然后我就滑下来，滑下来，然后我就刹车不及，我规个人弄几个栅栏的，连同学都会笑我讲笑什么？老师在测试这个栅栏牢不牢固，他们检测这个栅栏有没有牢固就是开玩笑，以为我不会刹车是不是？他其实真的不会。那个不错，然后我们晚上住那个温泉饭店你知道我第一次泡那个户外温泉，你知道吗？下半身泡温泉，然后你上半身雪飘下来
哇，那个感觉太棒了，这个飘在身上哦，但是你是站在温泉里面的哦，那个露天的，然后你在泡温泉的时候，它同时在飘雪。有机会咱现在爱开钱啦吼，无恁爸咧出钱了吼，咧出钱了咱都去6天，差不多。6天啊，我不知道现在我们以前都去6天了。去6天，第一天一定去他们，第一天到达嘛，第二天一定是去他们学校，因为我们一定正式办完，我们才有心情玩嘛。所以第二天他们学校一整天完之后，然后通常第3天就会在长野县滑雪，然后离开长野县之后，我们曾经有去东京，又有去大阪，因为长野就是大概在东京跟大阪的中间。一坐高速公路要坐半天哦，4、5点钟哦，好，到长野县，所以我们以前你若去东京，咱就会排迪士尼乐园，你若去为大阪进出的，咱就去大阪的迄个环球影城，以前咱拢住饭店，听讲因即摆吼，因进前疫情之前拢改做民宿。我告诉你，日本的民宿跟我们这边民宿不一样，我们这边民宿你只是那个小一点的饭店而已，对不对？等于房间比较少小一点的饭店，他们民宿是整个村都当民宿，然后他们一定是这个民宿家庭就是招待你被排到这个家庭的，一挂用餐、洗澡、带你去逛，都是由这个家庭负责。因的进步就是你爱安排，你有材料安排，有办法安排，你才能通过整个村申请为民宿。他们民宿刚开始不是对外国人营业，他们民宿刚开始是给市区的小学生到乡间去见学，他们日本叫见学。后来有外国人他们接外国客之后，口碑就传开了，所以现在外国的游客像那个熊女什么，他们一次之后，每次都跟旅行社说，你一定要帮我们安排民宿，因为太有特色了，太特别了。民宿那个我后来就没有当教主任，我可无去过啊。但是我是听讲的尔，因为我带迄2冬拢是带迄个大饭店，带无大饭店，伫东京带大饭店就无啥。我觉得从尾仔讲直接交代讲，你袂当出去哈，你伫饭店内底袂当出去乱踅哈，安尼伤危险嘛吼。结果阮老师头顶直接讲走，因为去日本就晚上出去吃最有名的就是啥？拉面嘛，对不？一兰拉面嘛，日本东京正宗一兰拉面嘛。挂楼上有学生，你怎么出来了？所以脏点，学生也偷偷的跑出去，蛮好玩的那个滑雪胜地滑雪胜地你那个滑雪下来，你一定要坐缆车上去的。缆车要站那个支架，他们像阿尔卑斯山那种滑雪胜地的缆车他们的支架他们打不到土地啦，因为他们那个永冻土，他们就在冰块里面，因为他们1年4季都不会融化。但是现在地球暖化惊死人！迄永冻土开始游去啊游起来得了，你缆车坐下就毛变云霄飞车你讲，迄规缆车会崩落来呢，那是全球暖化呢，所以很严重你高山上也有全球暖化的问题啦，不是我们平地呢。那我们平地全球暖化，到时候海平面上升以后，大家都坐船来上去。你听起来袂歹问题是冰川为什么是淡水啊？冰川不是海水结冰的这是理化的问题。水在结冰的时候，也把氯化钠排出去。它结冰的时候，它会把氯化钠排出去。
所以海冰那个冰山只有外层沾到海水的地方有盐分，里面是没有盐的。啊，你讲没有盐，啊，咱添淡水、淡水，淡水啊嘛，别人讲淡水，爱讲哪？淡水咱爱讲哪？正水，你若讲淡水，就变台北个啊，淡水，迄个阿婆铁蛋迄淡水啊，正水，就说咖喱怎写？咱讲四咸淡，咱讲气咸正，哦，迄个那个下是安尼，哦，咸咸还是一样的字啦，但是正就是淡的意思，哦，咱讲正水，咱这个欠正水啊，因为正水还当啉嘛，你讲迄冰，未甲冰山拖倒来，就有正水啊。问题是欠正水的所在，拢是伫咧，伫咧赤道附近迄沙漠着，阿拉伯国家着。你若要过南北是拖冰山要安拖，无你叫船仔去拖，为遐拖转去拄啊油了啊，剩一块冰角。你若要用飞机载，不知要载偌重啊，对，所以嘛无效。所以这个是淡水，可是一是歹用。真正咱会用一个就是啥？第三名，但是可用淡水第一名。underground water 地下水，地下水。你后壁迄河川湖泊吼，伊嘛是算地下水哦，伊是露出地表的地下水。而且你看，咱地下水，你后壁河水、湖水吼，它的量敢若占地下水不到1%哦。所以地下水，咱看无，但是伊占足多，伊占足多。地下水就是咱你有倒过，地下水补充是靠啥？靠雨水，下雨。问题是，你看咱的雨水吼。咱都市的一种水泥化，就是咱表面拢不透水面。你看像篮球场，迄拢不透水面，透水面就是草坪。草坪下雨的时候雨水才会渗到地下，它也渗到地下。你要拿咱国昌刚开始创校的时候，咱门口片砖吼，即摆迄地砖吼，进前是瓷砖。而且，咱的瓷砖都起甲迄个校门口，就是咱的柏油路是到校门口登去的。因为假安尼，因为那个地震是正方形。哇，之前瓷砖创校的时候铺得很漂亮，然后上面那个校徽，现在还有图案。现在我们铺的砖是有图案的，你有没有注意？高的地方看下去，它有颜色的区别，它整体是一个图案，只是没有当初瓷砖那么清澈。但是你想要铺瓷砖吼，铺瓷砖爱孔迄个阿门孔，而且伊爱孔足高的。当这时吼，佫有一个问题，伊瓷砖铺啊校门口吼，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落雨天的时阵 ，the raining day， 结果你有看到学生的脚踏车吼，甲老师的奥多麦，到瓷砖校门口要蹬出的时阵吼。纷纷怎么样？咱台语叫啥？地产，地产哪有？出了呀，那犁田呢？因为瓷砖下雨会滑，所以后来受不了了。老师摩托车、学生脚踏车一转弯要出去，下雨天都滑倒。我好好从甲迄规条柏油路踏通，然后你吹柏油路。后来那个瓷砖年久失修，破一块补一块，破一块补一块，找不到一样颜色，变得像补丁一样。迄阵我做总务主任时阵吼，我就申请经费，甲规个校门口的瓷砖全部打掉挖起来。你了哪迄挖起来时，迄暗河偌高，2-3公尺哦，2-3公尺深。那个就是不透水面。我们现在改成这一种哦，就是透水铺面，因为咱这吼
落雨时阵，迄水会湿落，会渗进地下，它可以变地下水。那个下面是从大石头、小石头，然后到细沙，一层一层，那个叫级配。铺好之后，你还要叫那个很重的大轮子那种压路车，来回的压过好几次，让它密实，你才能把那个砖块铺上去。无你个固了后，来搭吼，你个有诶砖啊，你看有诶红砖无？迄砖啊会搭落，总啊变做陷阱，你行到遐总啊挂的，迄就是没有压实。好，我们这个都重复的压过，因为那个工程那时候我当总务的时候去完成的啊。所以我们城市没有透水铺面会造成什么情形？你知道？伊迄落雨落足大的时候，你个淹水，淹水你安怎？你该靠排水沟。排水沟一个问题，就是讲万一这排水沟有阻塞，有垃圾阻塞，安尼害啊，安尼台迄条马路就变水上乐园。你若是咱讲的海绵城市，就是讲我很多透水铺面的时候，我就靠它渗下去就好，我就不用靠排水沟把水排出去。这样还有一个好处，我就算排水沟都很畅通的把水排出去，问题是下雨的时候，你整个水都把它流入海了，你等地下水都没有存到啊。等到没雨的时候会怎样？河湖都干掉了，就缺水。所以那个地下水重要，地下水面的跟那个雨季生成有关。好，所以这个都是跟你们讲说水资源的珍贵。你认为讲的地下水，那个你看咱建地下水层，所谓的页岩层，咱这后一个讲到迄个沉积岩，页岩层一起质地比较紧密，所以它水袂淌浑，不透水。来砂岩，砂岩就有空隙，伊有迄个空间。你若有水落，伊就内底就藏水，无水内底就是空气。它里面就是空气。这个是砂岩层。伊的地下水面高加，下骹就叫做饱和带，顶管就是不饱和带。这界面就是地下水面，这一寡名词尔。来讲到超抽地下水问题，想到要抽地下水，咱想要要抽，要饲鱼啊对无？有诶工业诶，简单来讲啦，就是自来水爱收钱啦，地下水免钱啦。为了成本，你要大量用水，你当然抽地下水。问题是你抽地下水安怎？会低层下陷啊！你低层下陷，你落尾安怎？你地层下陷的损失比你这个养殖业产业，你养殖业的产业准讲互你500万，你地层下陷造成的损失可能5亿耶。问题是这5亿是整个社会去承担，你这几百万是我自己的人在赚，这个安怎？人嘛赌输，为了自己着想，我当然乱抽啊，乱抽怎么办？政府要禁止你乱抽啊，所以就要立法。所以咱踏界的水井都爱申请，无你自己打下去自己抽。以前那个乡下自己打个水井，自己在那边抽，有没有？有没有看过那个抽水机？那个压一压水会流出来的，那个一扎针卡自己打的啊。可是以前人少没关系，现在你大量养殖、大量抽，就地层下陷了啦，就出问题啊。海边还会造成海水倒灌，还有海水咸化。以前的井抽出来就是加水，现在海水地层下陷之后抽出来就是咸水啊。我咸水我抽洗创啊，我去海边啊湖个学啊，我也用水井。所以咱淡水资源所珍贵，袂当互袂抽。这个，你因为水抽出来。地层下陷，你讲安尼简单，我用水啊灌落，伊个捧上来，不可逆的，这是不可逆的。它下陷就是永远下陷，你不会再灌水，它又会捧上来，我记得代志。
所以咱这水资源哈、非常珍贵。啊，你讲啊，咱敢让用海水淡化？我来讲一个故事哈。我去因做兵的时阵哈，受训了，我要抽部队。啊，阮这海流啊，海流啊，然后海军陆战队啦，啊，一日陆战队、中日调遣队、中日陆战队不时也常飞，啊。啊，我们的部队2个师，一个是在66师在清泉岗，99师在林园，剩下就是左营司令部的，都是好签。啊，阮要抽签之前吼，阮去拜拜，我去三凤宫拜拜。啊，拜拜时我就祈祷，我讲，咱人袂当想贪心，啊，无神会生气，来对我伊无好的，讲看这个贪心，所以我不要那个好签，因为好签很少。啊，大部分就是66师在清泉岗，99师在林园。啊，清泉岗伫台中啊，啊林园是高雄啊，我住高雄啊，我当然较近的，可啊无去台中转来。好，我就讲，那个神啊，吼，我不贪心，我不要好签，你给我抽到99师就好，我不要到台中去。隔天哈、我告诉你哦，一抽，先抽到师。一抽出来，真的99师，师下面是团，那个番号我拢袂记哦，68团，68团是进的队量在试运，即摆试运，就是阮迄阵的团部，哦，更愈近，还不用到林园去，不够赞呢，好，刷落来赢。抽到那个银的番号的时候，吼，我看那个番号不吉利，了知414，咱军中叫4141，这个银出来吼，我的队长就是甲我讲，东南沙守备营，东沙你对了南沙你对了我甲你介绍一下吼。这是海南岛，这是台湾东沙岛的家，距离台湾400海里，距离广东300海里，它大概对齐菲律宾的头。南沙群岛，东沙只有一个岛叫东沙岛，西沙很多岛都是老共的，都是中国的。南沙很多岛，我们占了最大的一个岛叫太平岛。其他有一些中国的，有一些菲律宾，有一些越南的。这里南沙国际局势很复杂，南沙在对齐菲律宾的尾已经快要到赤道了。说到东沙，神有没有眷顾我？有。当然眷顾你啊！你要在高雄市东沙地址怎么写？我告诉你，高雄市旗津区东沙里。它是高雄市啊。它是高雄市啊，虽然距离400海里。啊，白讲，我就在那边1年半。我第一天去那边的时候，去洗澡，人家搞讲，这边洗澡的就是海水淡化厂一次淡化出来的水。啊，我也如啦啦无感觉哦。我洗了，我做一件代志，我做了一件蠢事。我把迄个水接出来，洗澡完就爱安怎刷牙对无？我甲接起来咧刷牙吼，我嘴巴含进去吼，一股臭油味呛上来，我又吐出来。后我拿起讲，咱遮无咧用迄个水刷牙啦，咱拢用矿泉水，要啉的矿泉水刷牙。我做一个副连长吼，伊个愈夸张，伊洗身躯吼，伊用迄种水洗身躯，一直炸2罐大的矿泉水，伊全部洗了吼，他一定拿那2罐矿泉水打开，全身在淋里面，他无法忍受那种水，这就是一次淡化的水。但是我们还会把它淡化第2次哦。你知道2次淡化的水做什么用？不是给我们喝啦，我们都喝矿泉水。2次淡化的送到厨房去煮我们的3餐。
我湾那养拢用了多久？我们还海水，就是喝那个。我们平常就是台湾运补去那个矿泉水，我们的运补船10天一次，万一碰上台风了，这一船班直接取消，或延期的哦。我们就曾经碰上台风，10天后又遇到一次台风，取消2班船之后，前后船隔1个月了，对不对？我们1个月没有，我们水都喝光了哦，怎么办？你嘛我啉啥？我拢挂地下碉堡，非常潮湿，每个碉堡都有除湿机。除湿机用过吼，开的半工，就是下骹一个停下来啊，是安怎？下骹的水桶底满啊，啊你就洒出来，把水变掉嘛，啊个底就伊个开始个运转啊嘛。我平常是讲半点变了，啊但是阮无水啉的时阵吼，我洒开，我要变了的时阵，就看一下迄个，这水呢，这加水呢，啊是会啉一个啊。好，啊无推派代表，去啉者，哦试喝大会。老鸟欺负菜鸟就是安尼，老兵欺负新兵。来上菜的，你几体？你几体？哦，叫过来，你看卖，看恁一个，边仔的人伫遐来观察，看伊叫救护车。哇，啊那个新兵还很尽责哦，他整个灯筒拿起来。安怎？好滋味无？啊伊讲是袂歹啉啦，啊毋过，排虎，你后摆莫共迄个寝室内底晾内裤好无？我感觉有味呢。排虎也袂讲，啊你心理作用啊。你看阮外口咧，我娘无水啉啊贵除湿机的水，三盖啉，啊无法度啊，啊无你个喙打死哦。所以水资源珍贵在这边。我们台湾咱台湾是被联合国列为缺水的地区，咱不是国家，因为咱没被联合国承认，想让咱缺水，不是拢在落雨，拢在豪雨成灾。因为就是我们存不住水啊，咱的河川。我们地势高低落差很大，你看咱有东南亚低高峰，玉山4000公尺对无？但是咱倒一粒仔仔尔。你看迄个，他们马来西亚迄岛拢比我们大很多，可是它的山有没有我们高啊？没有，那代表我们什么？地势陡峭，所以我们河川就又短又直，所以一旦下雨就全部入海，很快就入海。所以咱一定爱挖一挖水口去储水，原因就在这边。可是水库也常常见底啊，冬季都常常见底。所以中共一句啦，咱爱珍惜水资源。近期无常常叫伊拖地的水运进回亚山啦，欠水的物质。水资源是很珍贵的那时候不知道哪一个联合国还是谁说。21世纪是争夺水资源的世纪，死海有没有听过？死海是不是海？是啊，是湖。死海是湖，是咸水湖。不然青海是不是海？中国的青海，青汉上高原青海是什么？它不也是湖吗？你说它湖为什么不叫湖？为什么叫海？骗人！死湖不好听吗？不是这个意思啊。为什么那些原本都叫海？因为以前人唔知影，伊无啥物卫星探测啊，唔来啥，行到一个足大的水咸的，伊也知伊是海啊湖，对不对？古时候又没有卫星探测，也没有 Google， 他怎么知道它是海还是湖啊？
啊，它一吃是咸的，它当然认为它是海呀，所以它名字就把它叫做海呀。后来知道之后才发现它是湖啊，可是名字已经叫了啊，所以它就还是回来原本的名字。死海的特征就是咸水湖的特征，一般来讲，伊拢比海水较强，是安怎？它没有宣泄，它就是重复的蒸发。它的特征就是它有一条河流的尽头，如果这条河流尽头没有入海，是入湖的话，一个变成咸水。如果它最终会入海，那它就会变淡水湖，因为它的盐分最终会冲入海。如果它最后没有入海的，最后终点就是这个湖，那它的盐分就积在这个一个变成咸水湖。所以咸水湖死海的含量是一般的好像7倍以上，所以那边密度很大。你知道死海快死了，你知道吗？因为它不是早就死了，不然怎么叫死海？我说它死的意思是它快干掉了。周围国家会很紧张啊，你说它干掉为什么要紧张？很简单啊，周围国家靠这个死海赚多少观光资源，你知道吗？一旦它干掉，你还会去看吗？你说跟沙滩没两样啊，没有水了，你还会去看？会去死海那边享受躺在水面上的感觉吗？不会啦。它为什么快干掉？你知道吗？因为我讲过，它是一条河流的终点。这河流是不是流进很多国家？对。流进很多国家的时候，大家水资源缺乏，会不会中间拦截？它一直拦截，一直拦截，最后流出来的流进去比蒸发掉的还要少的时候，这湖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它最后就干掉了，就真的死了。所以争夺水资源就是这样来的。咱第一个讲到这，虽然品质有上，但是咱有哪来学习些？我们这次因为我前面有点比较赶所以我们没有最后一堂时间复习，所以我们就正好月考也就剩3节课，我们这次就考3章，所以我们就正好一节讲1章，1节讲1章。